喺雅各伯書嘅第2章啊，佢講到如果冇行為嗰個信德咧係死嘅。個經文係咁講：如果有人話自己有信德，佢冇行為咧，對佢有咩好處咧？佢話唔通佢嘅信德就能夠救佢咩？嗱，今日嘅彌撒讀經嘅主題咧，就係講出基督徒真正嘅信仰同埋世界嘅關係，必然化為可見嘅愛德行動，使到天主嘅光藉着我哋去照亮世界，就好似 computer 咁樣啦，有個硬件有個軟件嘅，係咪先咧？隨住我哋身體一樣嘅，天俾我哋身體就硬件嚟㗎，我哋嘅靈魂咧就係軟件，身體就好似身體，如果冇靈魂即係冇軟件咧，係死嘅。同樣，如果我哋信德咧係冇行為，亦都係死嘅。第一篇嘅讀經同埋福音可以講得係環環相扣啊！共同嘅核心嘅咧信仰，若果係真嘅話咧，佢就一定會走向愛德嘅道路。愛德如果係真嘅話咧，就一定會照亮他人嘅。話說咧，有一位年長嘅教友，佢曾經分享過一件好細小、微不足道嘅事，就係話說有一日咧，佢去 supermarket 嚟到排隊結帳嘅時候，佢見到前面個人，因為佢嗰啲錢唔夠啊，佢感覺到好尷尬。於是咧，呢個人咧就冇講咩説話，只係輕輕地攞啲錢同佢填翻嗰個差額，係好少數。然之後咧，佢好微笑咁講句説話：祝你今日平安。咁嗰個人咧喺當下咧就眼濕濕啊，好即係好感動啊，細聲咁話：今日真係好需要呢一份嘅溫柔啊！佢後來就話佢冇做到乜嘢特別大嘅事，只係嗰一刻咧，佢突然間明白到原來只係一點點嘅善意，就能夠喺人哋嘅黑暗之中咧點亮一盞嘅小燈。嗱，喺呢度咧好多係香港嚟或者馬來亞邊度都一定聽過呢啲嘢㗎。就喺1981年，香港有一位喺當時當紅嘅歌星叫關正傑啦，佢唱咗一首個歌名叫做《點點燭光》啊，大家聽過。咁其中有一句歌詞就咁唱，不過我唔唱。佢話：可將燭光交給我，讓我也發光芒，寒流裏願同往，關心愛心似是陽光。嗱，今日嘅第一篇讀經啊，依撒意亞先知咧傳達到天主一個非常清楚嘅，亦都令人省思嘅信息。天主話：佢話咩啊？我所歡喜嘅齋戒咧，唔係只有外表嘅虔啊，亦都唔係只有守規矩、做足宗教嘅行為，而係解除不義嘅鎖鏈，釋放受壓迫嘅人，將你嘅食物分俾嗰啲飢餓嘅人，亦都就係話真正嘅信仰咧，必然係會讓人更加關心人哋嘅需要。嗱，耶穌喺今日嘅福音裏邊咧，進一步同我哋講啊，你哋啊，每一個人，我哋都係地上嘅鹽，係世界嘅光。耶穌冇話你哋應該成為世界嘅光，而係話你哋係世界嘅光。明顯啊，呢一個唔係一個要求啊，而係一個身份嘅印證。呢個代表當我哋同基督結合嘅時候，光已經喺我哋嘅內心。所以我哋喺彌撒裏邊，當我哋領受咗耶穌基督嘅聖體之後，我哋被派遣出去，記唔記得 exit 呢個字有講過好多次。彌撒完之後咧，派遣翻去世界，我哋要成為佢耶穌嘅手，成為耶穌嘅心，成為耶穌嘅光。相信在座各位咧，如果你參加過逾越節嘅救主復活夜間禮儀嘅教友咧，對呢個場面咧一定唔會陌生嘅。蠟燭就喺當時咧黑掹掹啦嚇，就象徵我哋領咗洗嘅蠟燭，即係嗰晚就係好多人領洗嘅。呢個燭光就代表着我哋喺領洗嘅時間，
我就喺基督嗰度領受咗佢嘅真光。而整個燭光最震撼嘅之處呢，就係由呢個復活蠟燭一點起嘅光呢，直至到整個教堂嘅教友，每人手上嘅蠟燭咧，都不停咁樣你點我點嘅燃點起嚟。只係瞬間嘅時候呢，就短短幾分鐘啊，整個聖堂啊，由完全黑暗呢，就瞬息之間呢，俾嗰啲燭光照得通明啊！所以喺呢度呢，如果只係一小撮教友發光，其他唔發光呢，我哋都唔會好光嘅。嗱，基督徒嘅身份呢，唔單止係喺禮儀上，喺堂區裏邊或者喺宗教場合裏邊出現，而係我哋整個嘅生活嘅方式都應該係與眾不同。我哋要活出基督相連嘅新生命。有兩樣，第一，內在嘅身份，我哋就相信基督，穿上基督喺佢內生活，呢個就係鹽啦。今日所講嘅鹽就係內在嘅味道同埋質地。而另一方面咧，喺我哋外在嘅驗證啊，我哋要有一個好行為，愛德、正直、公義，呢個就係光嘅外在嘅照耀，讓人睇得見而歸光榮於天主聖父。又有一古仔，佢話曾經有一個女人喺聚會嘅時候咧，坐喺最後嗰排嘅凳聽道理。當講完之後，個牧師咧就好歡喜啦，呼召啲人上嚟前嚟啦嚇，信主啊嘛。咁呢個人咧就上到嚟，牧師咧好願意誠心為佢祈求啊。就不過咧，然之後牧師就問咗佢幾個問題之後咧，於是牧師亦都了解到。呢個女人啊，原來係受到基督徒嘅老闆嘅苛刻嘅對待。於是牧師就同呢個女人講：我建議你咧，都係叫佢另謀出路，唔好再為你個老闆打工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嗰個女士咧慢慢抬起個頭，事情發生就喺呢度。個牧師一發現到，哎呀，原來呢個就係佢自己屋企嘅管家嚟嘅。於是佢心中都受到責備啊，因為原來呢個牧師覺得自己未能夠言行一致啊，而影響佢自己嘅見證。我基督嘅信仰從來唔係只屬於我哋聖堂裏邊嘅事啊！當耶穌走入呢個世界上嘅時候，佢唔單止係宣講天國，佢亦都係親近嗰啲貧苦嘅人，醫治嗰啲疾病嘅人，為壓迫者發聲。佢嘅生命本身咧，就係對不公義嘅回應。讓我哋睇睇耶穌點樣啊！佢企喺病人、罪人、被排斥者嘅一邊，佢觸碰嗰啲麻風病人，同嗰啲稅吏一齊食飯。佢嚴厲斥責嗰啲假善嘅同埋欺壓人嘅宗教領袖同埋佢哋嘅權力。耶穌唔係一個政治嘅改革家。但係佢嘅福音對嗰啲不義結構具有顛覆性嘅力量。耶穌基督所做所行嘅，正正係今日第一篇依撒意亞先知嘅宣講啊！佢話：我所中意嘅齋戒，豈不是要人解除不義嘅鎖鏈，廢除軛上嘅繩索，使到受壓迫者獲得自由？截斷所有嘅軛咩？就喺呢度，讓我哋喺日常嘅生活中去實踐呢個正義。社會嘅正義唔單止存在喺大議題得個講裏邊，亦都存在於我哋每日嘅選擇裏邊。當我哋喺工作中誠實，唔剝削；喺家庭之中，我哋能夠彼此尊重愛護。喺社會之中，我哋拒絕歧視同埋偏見；喺言語之中，我哋唔去散播仇恨或者謠言。咁樣，我哋已經喺呢度咧建設天主嘅國。就正如保祿宗徒喺《厄弗所書》第4章，佢話：你哋應該穿上基督。呢個新人咧係按照天主嘅肖像所做嘅，具有真實嘅正義同埋聖潔。最後一定咧
係要以祈禱同埋聖事嘅力量嘅泉源。因為如果冇祈禱冇聖事咧，社會嘅行動咧好容易使到我哋疲倦咧，因為冇咗支撐。所以更加咧，如果冇咗聖體愛就好快變得乾枯。所以點解教會要每個主日教友要嚟聽彌撒，就係一路咁添補翻。好似你哋揸車要 refill 嘛，嗰啲油一定要不停咁 refill，你唔可以話一次又可以用幾年噶嘛。所以我哋喺每一台彌撒之中咧，我哋將世界嘅痛苦帶到嚟祭台上，亦都從基督嘅犧牲吸取繼續去愛嘅力量。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聽到主耶穌話咩你哋係地上嘅鹽，你哋係世界嘅光。但係鹽就係鹽，鹽點樣先至唔會失去佢個味道呢？光點樣先至能夠真正去照亮？答案唔單止係做多一啲事而係更加認識我哋領受嘅係乜嘢。其實喺我哋每一台嚟嘅彌撒呢，都係喺參與一個逾越嘅奧蹟，就係話從死亡走去生命。單有死亡，如果冇復活冇生命呢，我哋信係假嘅。即亦都係從黑暗走入去光明。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做咗未必一定明白做係照做，但唔明白裏邊。就算聽彌撒，照嚟聽，但唔知彌撒係乜。所以今日咧，我哋喺彌撒之後咧，我哋個團體特別安排有一個關於逾越節嘅講座，將會喺3月15係咪？係咪15號？14啊，14。3月14號喺夜晚喺隔離嗰間 Family Centre 有個咁嘅慶祝嘅。呢個咧今日嘅講座咧，唔單止係俾你哋嘅關於逾越節嘅知識而家希望我哋能夠更加體會到乜彌撒同呢個逾越節嘅關係有咩嘅關係？耶穌點解喺最後晚餐之中建立呢個聖體聖事？我哋今日嘅信仰生活又點樣同呢個逾越奧蹟相連？所以有呢度誠意邀請大家一陣間完咗彌撒，盡量留低，特別係嗰啲諗住下個月參加逾越節晚餐嘅弟兄姊妹，留低咧聽一聽咧，讓我哋一起走近呢個信仰嘅根源。當我哋更加明白到自己所領受嘅，我哋就更加能夠活出作鹽做光。我哋唔係靠自己，而係因為我哋先被光所照亮，然之後就派遣翻去世界，成為耶穌嘅手，成為佢嘅心，成為佢嘅光。最後耶穌提醒我哋話咩喺若望福音嘅15章15節，佢話離開咗我，你哋乜嘢都唔能夠做就願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成為呢個世界中溫柔而堅定嘅見證人。願天主降福大家。